后来，这个真侪航空迷真期待的星宇航空第一班的新无人机飞到台湾咯，是由董事长张国伟亲身到德国，把家己的无人机载回来。规定式机身加上玫瑰金腰带的设计，有北极星意涵的企业商标，伫机尾闪闪发光。国际航空星宇航空头一台空中巴士321新机到桃园机场一落地，现场就热烈呼声，也有喷水的欢迎仪式。看一个真坐伫机场位置的人，原来就是星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。航管也都非常的帮忙啦，一路给我们都是很顺畅的到达。亲身到德国汉堡接机，将无人机驶登来台湾。全机有188位，其中8个是商务舱位，佫会使完全倒平。不管是商务还是经济舱，拢有 WiFi 服务，加无人机顶面的五笼。每一个经济舱的椅子上面都会有一个10.1寸的电视荧幕。估计明年1月23会正式开航，初期有澳门、马来西亚加越南等3条航线。那后年的话，因为350会回来，所以350后年的话，飞机架数就会比较多，大概会到10架左右。因为像澳门航线走的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中央航空逐工都已经有4架次伫往回，槟城、华航逐工嘛有1架次往回，免话争取好的时间带。桃园机场天气平，维修厂设备无够，以及空中巴士高机有去前调等等情形，拢需要一日去克服。